先喝点水，等下上去换茶水。水，爸爸给了你一瓶，放回去了。谁呀？有吗？好。来，你俩冷静点说一下。要轮流休息，但还是蛮惨的哈，很累的哈。做好长期准备啊。好嘢！你冇帶球啦，超凡，你帶咩球？中間開始咗。好。平津，係啊，好嘢！向邊大，向邊大，係啊，好嘢！卡位就行了。OK，good try，good try。有追換人。停咗。後衛輕打入邊。有力是吧？休息2分鐘，不讓你上去，醫生。不讓沒有。最好有後衛，繼續啦，加油！40號要跑動哦。準備。不要走路哦。自己去，土位，自己去。啊，近啲啊！好嘢 ，good try，good try。啊！要你哋揾人先傾掂。咁我等，如果等到翻我。仲有2個喎呢度，多位，係咪啊？早啲俾入敵咪得咯。好啊。好嘢，翻轉頭。好啦，定位啊！老公。他可能喺這裡打吧。你幫我睇住，你係過咗1個就要俾啦，係咪啊？就過2個，咁大個場。辛苦啦，點解爸爸要做啦？好，望定啲先，揾下地，係啦，個一定。定位去到左邊。覺得超煩啊！好。翻返，過嚟，嚟啦！兩個攻入波，換人啊，對方。哦，頭先個裁判又話唔使水俾我，唔出得嚟啊！累了，趕快喝點水，很累是吧？做主動，我看得出來你的跑的動作，趕快去喝水，那邊。你要舉手嗎？我看到你的跑的動作，跟我跑夠了。打了不錯啊！
往上，越上。他刚才跑得厉害，他刚才。他拼得太凶了。係啦，次次都咁做咪得咯。後位，你都係溝埋中間啫，係咪啊？向個邊啊！好球，升分，快成分，加油啊！邊度都為你又睇住啦，跟人，係咪啊？一下就得啦，一下就去。